来到新闻的现场，今日手路菜要带大家来看无同的手路功夫。这是新竹尖石乡马里公部落的故事。这阵正5月头的老母，过去拢是采用一般的财政法，一直到部落里牧师牧年，为了大家健康，发起一个友善、卖破坏土地财政法，也就是无怎拢要。果子园开始有各种的汤炭，生态足丰富。虽往产量变较少，也毋过大家拢讲食果子食了更较安心。日头光照伫咧山尾溜，真有生命的活力。远远就会当听到山内台雅族的查某人因迷人的歌声。有时候我们不知道该先讲什么时候，有时候先唱一首歌哈，会让大家的那个心情就是比较愉悦一点，之后要接下来谈的事情就会比较顺一点。惯使用歌声来交流，因是尖石乡马里公部落的妈妈，内底年岁上大是78岁的雅素阿嬷，大家定定像安尼做伙，唔是干那卫生尔，其实嘛是有正经代志要讲。不是单单说为我们自己，更重要的也是为了消费者啊。哦，对啊，我们吃的健康的也是消费，对呀，健康最就是要从我们这边开始。每一个妈妈拢是种水蜜桃的农民，嘛互相拢是别人的応援团，鼓励坚持友善种植的初心。因为7、8年前，这个所在果子园其实拢是袂当互囡仔入去的。以前他们在用惯行的时候啊，他们都基本上不让小孩子进到果园。对啊，因为会有那个残留啊，怕孩子碰到会不好啊。迄当阵果子园就是毒园，一直到牧师牧年徛出来。伊鼓励一定有同款的志向的妈妈，组一个妇女工作小组，放弃过去种植的方式，佮找专家来部落家分享友善种植的方法。即马果子园唔但无佮喷农药，佮是遮的妈妈的生态农园。你们现在很厉害，在山里面都要自己做赖贴图哦。你们上次的作业交了没啊？这是教育部设的数位机会中心，遮的妈妈为着推销水蜜桃。伫咧7、8年前，决定过来读册，学电脑数位，包括网络营销、甲设计包装。当他们开机那些，可能刚开始他们会怕电脑，拿滑鼠也不太会拿。但是我们的课程就是一次让他们这样慢慢进步这样子。为袂晓电脑开机，到即马会当伫通讯软体顶的设计大图，每一笔画出来的图，拢是因辛辛苦苦种出来的水蜜桃。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喜怒哀乐的啊。坚持其实有很好的水蜜桃跟五月桃，但是都被拉拉山那边的名声被取代，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想说，如果我们有自己的品牌，让人家知道就是五月桃，那就是它就是从马里关来的。部落内底水蜜桃妈妈，互人看到因的坚持，唔但为部落的经济打造新的商机，为因决心要守护土地环境开始，一路行过来，就亲像一场无声的改革运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